好，来继续来到立法院，今仔日开议，国民党团背角着行政院长杜英泰施政报告，而且是全体议席歪听报告。院长韩国瑜出声来阻止，请大家深呼吸，返去坐你的座位。但是国民党的立委哪像无咧训导，这个王宏维甲陈登辉搁来起冲突。请行政院卓院长报告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接要报告，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冲第一，国民党的立委一个举大砍棒，赶紧要阻止杜英泰做施政的报告。就算院长韩国瑜拢出声，也过那赢立委又无要插伊，民进党的立委嘛咧画口号，陈登辉甲王宏维开始起冲突。我们请所有的委员就坐自己的位置好吗？立法院展示立法院的公路，大家深呼吸一下哈。韩院长继续咧话，国民党的行动最后维持7分钟了后就散场，不过等到杜英泰成功要上台报告的时，国民党立委拢总离开现场。实际上，杜英泰上阵之前，哪里透早就分别实施加急的动员。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嘛放调讲，杜英泰什么时阵上台就看伊敢有这个能力甲权度。即马嘛风声讲，鲍坤基即马已经咧布局，等2002年刚开始选调台中市长了后，伊要选副院长。不断的来见缝插针，我想都不会对国民党有任何的影响。我们为乡、为国、为民，这是国会议员该做的事情。仇恨值最高、民众最反弹的，其实也就是傅崐萁。这样的一个傅崐萁，既然要成为立法院的副院长，是帮大罢免来添柴火。国会多开议尔，调野火药味真正是有够重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